是吧？这是不好过，人想造多结实，框架造起来，框架垒的红砖，电网、铁丝网。这管子是干啥的？这是？这是干啥的？啊？这就古代的城墙一样嘛，那么厚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房子就盖个碉堡在里面，住上挺干净的啊。就往前好点的地方啊，这里面再挖个游泳池，把农家乐一搞，干净的很，是吧？这他妈不知道。你看这个墙多弯，这经常这边是放羊呢，你看放牧的嘛，干啥的？这后面直接是个地，哎，那边还有一个瞭望塔，远处还有一个瞭望塔，这他妈干啥用的？这是搭的柱子啥东西吧？还有探照灯呢，我看。哎，这个监狱最少盖了有30年了吧？啊？没有。没有啊？这几个监狱哪个最老？监狱盖了可能有个7、8年有了吧，10年左右，用了没几年。你说这个是最后盖的，是个新的，属于是吧？前面那些老是吧？啊，新湖的监狱里面蹲了有多少人？你看这个小小的楼，我估计蹲个千把人吧，也就定能不能蹲个千把人，也就是。那他那就都有一栋监狱楼嘛，那这宿舍嘛，在那边住呢。犬食台，这他妈喂狗的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犬食台喂狗、喂水、喂食的地方，这警犬估计啊，四周都绑着狗呢，我看，对不对？这不应该啊！啊，他直接弄这个方便嘛？哎，我估计那个太太就他妈逼绑狗的。绑狗的犬食台嘛。然后那个窝，那下面的窝子是那个啥，给狗弄水啊、弄食的地方，往里面一倒，你吃就行了嘛。我全钓完了，这个不止10年了，你看这个他妈建筑。现在是带着巡逻也不要。这无聊死了！当狱警嘛，就跟你坐了。当狱警说难听点，你虽然没坐牢，就跟坐半个牢差不多，是吧？一天在这待着，无聊死呢。来，这个上，哎呦，这第2个瞭望台，你看它这个东西做的多厚实，皮实很啊！哦呦，这个更高嘛，我看着。上了把人累的。哎，后面这是干啥的？这个台子？哎呀，这是另一间房。看后面下面。内景，锅炉房。好，这个视频到此结束。哎呦，怪累人的。电网，看电网。人办的事情，他就是掏钱做就行了。
来看一下这个三监区的这个外围啊，看一下，先走一圈。看啊、犯法了以后就在这里面，这日子可是不好过。